英国皇家新闻网有公布一份报告，科学家是预测讲，无做册大家也唔知嘅，这款世界上也有超过75派食物是已经强要绝种，因若开花嘅食物内底嘛有一半出现威胁。下面号自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大红莲，甲全世界上市的古石莲、卢安达诸如古石莲，即寡变贵也是已经灭绝，和英国皇家园艺家和有成功的食物拢收藏伫英国历史悠久的皇家新闻园区园内。七十昆园公布最新的研究报告，2013年世界食物甲真菌情况，佮预测世界上超过75%唔知名，也是还未方发现的食物已经面临灭绝的威胁。也有我50%已经知影开花食物也面临同款的威胁。9 out of 10 of our medicines come from plants. So if we think about half of our future medicines no longer being available to us because those species have gone extinct, that's the level of threat and level of impact that it could have on humans in the future. 食物会当做成药物、生物燃料甲食品，若无食物，人类会无法度生存。在2016年第一份的世界食物状况报告就指出，食物的自然生土地，互人类改造农地，也是随意错掉，已经互全球1/5的食物面临灭绝的风险。若情况无改善，食物灭绝的程度会加重。不过，互科学家感觉安慰的是，当年有有大约2000种食物方发现。If we don't get on and do what we can to explore those areas of the planet where we haven't worked out what the species of plants and fungi are, then these species will become extinct without us even knowing that they ever existed. 虽然有一寡人认为气候变迁也可能带来威胁，不过科学家讲，目前也无数据会当证明气候变迁是使食物面临威胁的原因之一，所以暂时无法度将气候变迁纳入食物的风险评估中。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